御龍山名泉谷直望泳池同埋別墅景觀。呢個單位呢，3房2廳2廁，105方嘅。其實呢個單位嚟講呢係最受歡迎嘅，因為我哋啲人口比較少啊，兩公婆或者一家3口住呢係非常之舒適。無論佢係度假又好，攞嚟自己住又好，都非常之唔錯嘅嚇。樓下呢就有泳池啦，有會所啦。咁我哋行出去門口有車返香港荃灣太子，對面就有我哋嘅生活超市啦，同埋我哋嘅飲食啊，成條街嘅商鋪開晒噶啦，包括我哋嘅洗車啊、藥房啊等等都有，即係我哋嘅生活配套係非常之齊全嘅，而且交通都非常之唔錯。咁我哋呢度呢，去三甲醫院同埋嗰個中山溫泉更需要3分鐘時間嘅啫，去我哋嘅三鄉2大商圈都係7分鐘咁樣啦，返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僅需要30分鐘。嗱，呢個單位呢，全新裝修，未有入住過㗎，我哋入去睇下入邊嘅佈局啊。餐客一體啦，全新裝修，未入住過嘅，配埋空調，有部分家私家電，我哋買部分家私家電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㗎啦，而且係東南朝向嘅嚇。咁我哋呢個廚房呢，就非常之大嘅。因為咧，佢將個生活露台咧就推開咗過去，所以咧佢用起身係非常之順手啦。即係我哋中意煮飯仔嗰啲朋友仔咧就最喜歡嘅。跟住我哋過去睇下休息區域嗰邊啦。第一個客房咧，我哋可以通往我哋嘅露台啦。其實我露台咧係非常之大，有7米咁長嘅。如果你唔想咁大嘅話，呢個房都可以打開嘅推出去，將呢個房打大啲都冇問題嘅。咁跟住呢邊咧就係一個客廁啦，客廁做咗乾濕分離啦，同埋智能馬桶都配齊俾你噶啦。呢個客房就細少少啦。咁我哋呢個客房嘅採光咧都非常之唔錯嘅，同樣係景觀唔錯，可以望到別墅景觀啦。全間屋嘅光線啊同埋通風效果都係唔錯嘅嚇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呢個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個洗手間都幾大嘅，同樣乾濕分離係做咗智能馬桶啦，同埋咧主人房呢度咧係做咗個到頂式嘅衣櫃啦。咁大個房係做到3邊落床位嘅大床，完全冇問題噶。景觀望出去 L 型嘅飄窗，同嗰個露台景係一樣嘅，都係東南朝向啊。好似我哋呢套咁溫馨嘅細單位嚟講，其實非常之長壽嘅，因為咧佢可以自住咧，住佢10年、8年或者20年，自己唔想住嘅時候，你放手都非常之容易嘅。無論你係出租或者係賣出去都非常之容易嘅嚇。我哋呢個單位105方，全新裝修，未有入住過嘅3房2廳2廁，直望泳池同埋別墅景觀 ，total 僅需要83萬8啫。感興趣嘅朋友仔記得訂閱頻道，私聊 Kelly 約 Kelly 睇房啦。呢期就分享到呢度，下期再見。